大家好，我是钟玲玲，艾琳娜。我今天要吟唱2首，一首是吴浊流先生写的《五湖春》第3首。吴浊流先生呢，他曾在五湖学校担任老师，因此他写的景色正是写五湖的庄子上的一个场景。那再来第2首，我要吟唱的是《劝学》。我们的古人颜真卿他劝我们的少年要学所以你客家谚里面有讲后生唔系學，老來無學咯。故說呢，古人你來看古人用嚟教客家天學。好，那係阿玲娜來吟唱兩首詩第一首係浊流先生作嘅《五湖春》第3首。華山權大清芬芳，陰夜潭夜小山陽。正是五湖春後出，連篇賦予飛行響。華山權大清芬芳，陰夜潭夜小山陽。春後出，連篇賦予飛行響。好，第2首呢係人哋顏真卿先生古人嘅顏真卿先生老人寫嘅天學。三更燈火五更夜，正是難以通俗事，吃飯不敵勸學做，拍書放飛通俗詞。三更燈火五更夜，真是難以通俗事。吃飯不敵勸學做，拍書放飛通俗詞。什麼太感恩是誰？謝謝。